最近这几年，世界真无平静，有 COVID-19 疫情，也有战争冲突。今日开始有一场名号做“希望和平爱”的艺术展览甲演出，融合着这音乐、舞蹈、剧场、科技等等。钢琴家罗家辉有创作音乐作品《向阳》，是写给伊的爸爸，也就是这白色恐怖受难者罗秀英。规百蕊目睭感视着被关伫咧监牢内面的可怜人，乌暗暗，互人看袂到自由，无法度喘气。对着钢琴节奏的变化，无一时仔的时间，原本会教人的花，变做乌起咱的国花、日头花，规个世界变甲足温暖、足有希望的。表现一个360度，互你到这个虚实结合的这个意境里面去体会咱台湾的故事、台湾的创作。伫新冠疫情期间，全球面对疫情个无情的战争，钢琴家罗家辉因为迷茫，望着伊爸爸罗秀英，所以伊创作这首歌曲《向阳》，写给伊爸爸罗秀英。嘛想到当时爸爸遭受到白色恐怖、政治迫害的苦楚，搁有即马世界遮尔无平静，要化解这的痛苦，拢需要爱，所以希望用音乐创作，祈求世界会当和平。3级警戒那时候我们发表的时候，那我就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我就写了这一首《向阳》，献给父亲，来感念他为台湾还有民主牺牲奋斗的一个历程。除了钢琴表演，嘛运用舞蹈配合 AI 技术，同齐演出。白灵市文教基金会30周年举办这场希望和平爱的表演，用台湾土地发生的故事来发声，希望世界会当早日充满自由甲和平。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